台东县避难组传统织布的老师孙菊花，唔拿传承避难组传统织布的技艺，甲同样，佮开发新的工具，用文字来记录，对于传承技艺文化有重要的贡献。文化部的文资局这个月就公告，孙菊花老师将做重要的传统工艺保存者，灵感国宝。 85岁的避难组下滨弄部落编织工艺老师孙菊花，伊62岁才正式学习避难组传统的编织，因哪学习哪研究，甲传统绑伫身躯顶坐伫涂骹的地织机研发做高织机，会当坐喺椅仔顶，互编织的工课更加方便。而且伊甲学到的编织花草用文字记录来，发展做组织图，互考传的技艺继续传承。 这个月，文化部文资局正式公告，孙菊花老师的编辑登录做重要的传统工艺甲保存者，让孙菊花老师感觉真紧张，因为伊的责任更加重了。一样，全部都是手工的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要绑在身上。我不给我弄的这样，我很像要嫁人的感觉。组织图对我们将来要传承会有帮助吗？一定有帮助啊，因为其实是只要你有跟学习，还是有刺绣的基底，你就会看得懂老师在画的制图这样。孙菊花老师虽然已经有岁，不过伊逐工坚持伫工作室织布，拄仔来全是半成品。伊佫积极找找古早避难组的图形花草，要传承落去。部落的士大公孙菊花老师毋但是国宝，更加是避难组文化保存重要的推动者。 虽然他不识字，后来他自己居然也自己画图，也把它画出绘画出来。部落的士大公真感服孙菊花老师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，而且佫会当传承传统文化，甲发扬光大。希望有更加侪人会当来学习，保存这项古早的传统技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